我先来读第三节歌词吼。着俄罗主，互你工作，兴旺过保护你。你的慈爱甲人民稳当，常常看顾你。定心来想，主若做你的朋友，全能的手会辅助你吼。咱可能爱小可注意是工作甲辅助。好，咱来唱第三层来。着我罗主，互你工作，兴旺过保护你。基个慈爱甲人民稳当，常常看顾你。定心来想。第四节，我着知那个路天北古路一大关灵，世间情人拢着最想透露的基平静。这首咱较熟吼，第二首是圣诗第185首，圣诗第185首，那么由愿请苏琴先弹一解。圣诗第185首，作华的神，你伫早时，咱来唱第一节甲第二节，第一节甲第二节。我先来读第一节的歌词。造化的神，你伫早时建立这世界，坚固地基，求你来点渗透心里，将你喜乐赏赐囝儿，救阮脱离悲伤罪愆，互阮堪得做你圣殿。三来，造化的神，你的早时，建立这世界，坚固地基，求你来将心到心里，将你太错就无尽更万本，摧毁在家的白色烟雾，即是灵黑，即是灵瓦砖，喷进万心。这首圣诗爱记得咱在唱了的时阵，阁有阿门吼，所以咱爱小注意一下。好，咱来看第三首584首。咱先来，这首圣诗随风地地，也毋过
歌词有一寡，咱较小注意的所在吼。若是咱较惯是看迄个投影的时阵，着爱小注意。譬如讲，咱来看第一节的歌词，咱先看第好。至善救主罪人朋友吼，这个人伫遮是他罪人。软弱的人是你所救，所以两个发音无共吼，咱可能爱小可注意一下。搁上尾尾赞我来挖可能，毋是赞做我吼，是赞我来挖可能。好，咱唱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来，至善救主罪人朋友，软弱的人是你所救，荆棘是人看我的手，赞我来我可你。第二节，甲主交杯烟有福气，是路的行也免怪伊，家人相同甲手家己，远是我可你。好，伫遮吼，歹势第二节，最后一节会第二节的后半部哈。既然相通，那手家己吼，像我头拄仔家己都唱唔着，唱到三通吼，这是相通着好，嗨，咱唱第三，咱第二节再来唱一届吼，第二节再来唱一届，三来，家主交杯烟有福气。是路的行也免怪伊，家人相同那手家己，有缘是看第四节你，有时有本受你教导，也无那是。第五节，咸菜行到清清路途，讲经唔好只啊满步，地球主我为照顾，因为我可你好第五节则讲吼，咸菜行到青青路途，光景袂好，钱也满布吼。钱啊，对，好，钱，好，好，咱接下来唱一届吼，第五节。来，咸菜行到青青路途，讲经唔好钱也满布，地球救主我为照顾，因为我可你。好，咱今日练习到这，请咱备办心，今仔日礼拜。这时礼拜要开始。
大官人的囝，恁就将阴光气力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佮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阴光归予伊，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38首，俄罗专灵的主上帝，请起立来吟。咱犹原徛咧，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这个圣的安息日，阮搁一遍来到伫你的圣殿敬拜你。愿知这是你赏赐予阮上大的福分。阮会当搁一遍通过主你赎罪的恩典来得到罪的赦免。得到主你赏赐予阮的活命、真理甲道路，互阮因为安尼会当成做你的囝儿，有份伫你所应允的福气。伫阮每一日平凡生活的中间，愿知你甲阮同在；伫阮忧伤甲喜乐的中间，愿知你嘛甲阮同在。阮的教会、阮的社会、阮的国家，拢需要仰望你，需要主你的引带，你要互阮的教会灵命成长，需要得到满足。读圣经、传福音，荣耀主你的圣尊名。你要互阮的社会健康、喜乐、平安，有主你的恩典充满，互阮的国家有平安、有充足的发展，无惊歹人恶毒的破坏侵略，因为阮有你耶查保护。主啊，阮知
阮有真济做无够业的所在，但是阮知主你有缘要做阮的倚靠，做阮的帮站，互阮无论境遇好歹，拢有主你的带路，有你的照顾，互阮的肉体安然自在，心灵有真实的平安，互阮的信仰会当结连着你，哪来哪坚固。阮即时嘛要搁一遍为着教会中年长的信仰的前辈来祈祷，因伫年轻的时听主听教会，为着教会的事工尽力拍拼，但现在因年纪渐渐大，身体有时拄着病痛，行动不方便，常常爱出入病院看医生。因有时袂当到教会来敬拜你，但是阮知因听主、敬拜主的心拢无减少。求主你特别听因、照顾因、安慰因的心灵，互因伫年老的时有享受到主你对因生命的安慰，主女的孝顺，有健康有平安，安享因年老的生活。主耶稣，求你互阮会当亲像你，对劳苦到安息，对危险到安全，对苦难到安稳，对见笑到荣耀，对受难到荣光，对失去家到冠冕，得到所仰望的，享受所相信的。主上帝，愿心仰望你，愿迫切羡慕你。愿即时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做伙出声。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一地而亲像伫天里。阮的一时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我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从我入日子，阮应当拢是你所。请坐。三甲来启应，请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39篇，这是记载伫以赛亚书第2章。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伫隆重的山岭较高，万国拢会。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因会将刀拍作犁头，一国无搁举刀攻击迄国。雅各的家啊，就来！搁一遍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185首，造化的神。你伫早时，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搁一边额头三甲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愿当神的正经日，要伫你的面前，用恭敬的心来听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教示，恳求你即时大恩降落，主爱显现伫阮的中间，也恳求你用圣灵来奋兴阮的心智，用火来烧热阮的生命，对你的话。互阮昏迷的心得到救醒，愚妄变成智慧，弯曲的心灵会得到修直，直到你的心，更加明白你的旨意，顺从你的教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这是记载伫以赛亚书第11章第10节到16节。伫迄日，亚西的军会成做万民的大旗，徛在，万国拢会拥护伊，伊徛起的所在会充满阳光灿烂。迄时，主的第二遍伸手对亚述、埃及、巴特罗、伊索比亚、伊兰、巴比伦、哈马以及沿海地区赎回所剩的子民倒转来。主会向万国插大旗。对地的四方聚集四散的以色列人起来，将受赶散的犹太人民聚集倒转来。迄时，以色列的怨妒会消失，犹大的得失嘛会煞。以色列无搁怨妒犹大，犹大嘛无搁得失以色列。因会斗阵冲落来。攻击西边的非利士，抢夺东边的人民，因会征服以东甲摩押的人民，阿面人会克服伫因骹下。上主会互埃及的海湾大哭哭，伊会举悬伊的手，大力扇小风，互幼发拉底河变做7条大溪，人穿草鞋。嘛会当行过，要有一条大路，为着上主所剩的子民备办，通互因对亚述逃脱出来，亲像古早以色列人对埃及地出来上款。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帮站。这时要请圣歌队来赞美。
讲道，请张牧师。信心坚定的人，拢着欢喜来宣扬基督荣光的胜利。咱着吟哈利路亚，尽咱的一生欢喜来服侍，因为上帝是至圣，应该受极大的尊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咧进入今日咱所要读的这段以赛亚书11章的第10节到16节，这个中间咱要先来读，进前咱读过。就是以赛亚书第10章的33节到34节，若是咱手头有圣经，咱会当来编出来看。因为今仔日咱要看这段圣经11章的第10节到16节，甲进前咱读过，我头拄仔讲10章的33到34节，这两段的经节是互相来平衡，彼此来呼应。伫以赛亚书10章的33到34节安尼讲，伊讲看咧，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要用铜镜的力量，踹断树枝，大樟树未受斩断，草搁用的树拢会倒甲平平平。伊要用布头侧边树拿，连黎巴嫩上好的树拢倒了了。以赛亚书第10章有提到讲，上主要使用亚述王来成做处罚北国以色列的手段，但是上主伊并无容允亚述拢无节制来欺压其他的国家或者是民族，所以伫第10章结束的所在有记载上主的信息，伊安尼讲，讲上主会亲自介入。并且阻止亚述对锡安山，也就是对耶路撒冷的攻击。咱拢知影亚述非常的强大，亲像一丛大树，大甲人无法度甲伊摇叮当，迄种100年的大树。但是不管伊怎样偌大，上主若是一旦出手，即丛大树嘛要倒落。所以伫近东即种非常干燥的土地，一旦树木若是倒落，真紧就会因为日晒，温度真悬，日晒规丛树仔，伊就会焦酷酷，然后即丛树仔就来死去。伫古代的战争，并无亲像咱现代有所谓的迄种人道的原则，若是太赢战赢的迄一边。常常会将战败迄一边拢总杀了了，毋但安尼，阁会抢夺因所有人的财产，也阁放火将所有的厝体拢总烧了了。因为因相信，若是哪残忍的手段，安尼才会当互对敌会感觉真惊，互来吓惊对敌。啊，即种互对敌敌人感觉真惊的即种作用。就会互对敌，连因要重新对战败中间、害死的中间，要搁重新爬起来，就互因连想拢毋敢想，无互因迄种重新再起的机会。所以伫古代战争，只要是战争的范围内面，会当讲拢总无有任何的性命会当生存。所以上主将亚述来推倒、杀互倒。巴比伦将南国的犹大来杀互倒，造成上顶国家的即个树啊，即个树身，规枝会当连根拢甲伊挽起来。即个根若是挽起来，即丛树啊，就一定孤大，一定死亡。这可能就是咧暗示当时的战争迄种残忍的程度到安尼。所以一丛树连根拢甲伊挽起来。然后甲伊ฮ็伫一边，这就是咧代表讲死亡，代表绝望。对伫遐经历亚述攻击北国以色列，甲巴比伦伊来攻击犹大的以色列百姓来讲，国家的灭亡就哪亲像是死亡，是绝望，是无有未来。虽然因中间有人真幸运，并无死伫迄个战场的中间。
但是伊却成做亚述甲巴比伦的奴隶，成做奴隶，因犹原是生活伫困苦、甲危险、艰难的中间。最近这2礼拜以来，咱看世界的局势变化，真正是超出咱的想象。首先是前2个礼拜，以色列北边的黎巴嫩突然间有3000个迄种 BB 库上时来爆炸，更较互咱感觉真恶伫想象的是，竟然有台湾的公司牵涉伫中间，然后搁过一天，搁有日本制造的几百支对讲机上时搁爆炸，这2摆的爆炸的事件，就造成几十位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者的死亡，搁有几百人受伤。接续这个礼拜一外礼拜，这个中间，整个中东的局势，搁陷入搁较大的冲突的中间。黎巴嫩真主党为着要报复以色列情报机构，伊计划即摆即种 BB 库或者是对讲机即种的爆炸的事件，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就以色列来发射大量的飞弹，接续嘛引起以色列搁较强烈的反击。所以这几天以来，咱看到以色列，伊就是用飞弹轰炸这黎巴嫩南部的地区，已经有超过500人死伫迄个中间嘛是阁有真侪的囡仔。对伫去年的10月份以来，以色列西边的巴勒斯坦的地区已经屠杀4万多人，现在阁对北边的黎巴嫩来进行攻击。就算讲以色列家己内部已经有真强烈的反对的声出现，但是极右派阁有迄种真腐败的这内阁总理，因借着战争来保障家己政治的位置，互咱感觉真无能为力，或者是感觉真痛心艰苦的，就是有遮尔侪无辜的人，因死伫即场的战争的中间，但是却无任何国际的组织会当来阻挡即种的死实产生。伫1个月前，地永文牧师伊的脸书有发文来指责以色列伫巴勒斯坦的军事的行动，已经造成4万多人这无辜的百姓的死亡。但是，互咱感觉真艰苦的，就是有真侪人伫后面的回应，反倒是指责地牧师讲，伊无先大声谴责即种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动。所以，安尼看来，咱会当来反省，就是台湾的基督徒有一个上介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台湾的基督徒有受了福音派色安主义的影响，就认定讲基督徒就必须要全力来支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所以，伫色安主义的影响的下面，台湾基督徒普遍对伫巴勒斯坦的苦难，竟然无有一寡的怜悯；对伫以色列政府用无公义的方法来压迫巴勒斯坦的百姓，却未感觉任何的一种愤怒来产生。咱大对伫经济就看到讲，国家的灭亡，就若亲像一丛真大丛的树仔，伊连根拢家放起来。根若是放起来，就一定败死亡，行入去绝望的中间。顶礼拜咱所读的经节是11章的第1节到第9节，伫遐有甲咱讲南国犹大虽然是一丛互巴比伦杀倒的大树，伊的树身已经高大，但是上帝的神要互即丛已经高大的树重新阁补出新的芽，这是咧象征一种伫死亡绝望的中间有一个新的愿望、新的气力、新的可能。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节，
上主阁向伊的百姓宣告一个好消息，就是咱大先来看11章的第10节到11节。上主有宣告讲，亚西的君要兴起一位新王，伊要成做列国的大旗，一个旗啊真大大旗。伫顶礼拜讲道的中间，黄牧师嘛甲咱解说过，亚西的君指的就是大毕的后裔，有一位王是出自大毕家族的后裔，伊要来掌管王权，用公义、信实来治理国家。这位出自亚西的君的新王，要成做列国的大旗。所以伫这段经节的中间，有这个大旗，这个宣告，这个大旗，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甲关键的字。这个字伫中文的圣经过去，常常翻译做中文叫做旌旗，旌旗。伊所指的就是挂伫迄个旗杆啊顶悬，旗杆顶悬的一面布，迄个布条啊。但是这个旗啊，这个大旗，伊基本的功能，为着要互彼此会当来辨别家己的身份，来认得彼此的身份是啥物。所以伫古代战场的中间，无亲像现在有通讯的设备，所以部队甲部队的中间所靠的，就是这种无共款的旗啊，无共款的旗啊，然后来辨别，咱彼此的身份是啥物。咱看古代战争的电影，咱就会当知影，有时战争是几啊万人，甚至几啊10万人，常时会伫战场的顶悬相台相战。但是伫安尼相台相战迄种冲突的中间，咱想这兵啊，这士兵，因敢会当知影讲，安尼接线太太咧，然后要去倒位，会当搁继续相战的这兵啊，伊要去倒位集合。因为一片混乱冲突的中间无有方向，然后阁有人受伤，这受伤的兵啊，就爱送去倒位，兵啊若是知影讲伫战场的中间，咱抬头看四周围都无共款的旗啊，这个旗无共款，伊就是咧表示讲啥物款的意思，咱就爱去到倒位，譬如讲受伤的士兵，伊也看到伤兵的旗啊。伊就知影，迄个方向若是过去，伊就会有人帮赞伊的伤，就有人会当来医治，来帮赞伊。但是若是有迄种继续会当相战，会当搁继续相台，伊嘛是爱有即种旗啊来指引因的方向。所以咱倒讲，对伫迄种受伤的兵仔来讲，伊若看到迄种旗啊，对伊受伤的人来讲，这敢是就是一种愿望的记号吗？只要伊虽然带伤，但是伊安尼承担这个伤的痛苦，但是伊坚持一直往迄个旗仔的方向行落去的时阵，伊就知影伫迄个所在，伊会当得到帮赞，得到救。伫战场的中间是一片混乱，找无方向。但是若是看到讲迄个旗仔是咱这边的，咱知影讲咱迄个领导者，咱迄个将军踮伫迄个所在，安尼是毋是对咱这参战的士兵来讲，这个旗仔会带互咱啥物愿望，会带互咱快乐？所以圣经的译本有将这个大旗，佮翻译做信号旗，信号旗，翻译做信号旗。亚述佮巴比伦将北国的以色列佮南国的犹大来灭亡。有几十万的以色列的百姓因受迫，迁徙到世界的各地过流亡的生活。但是上帝伫遮讲，伊要重新采一支大旗，互流亡伫世界各地以色列百姓，只要看见这支大旗，就知影归回故乡的方向，甲归回故乡的道路。所以亚西的君，这支大旗是安慰的记号，是愿望的记号，嘛是快乐的记号。咱知影方向知影故乡的方向是一回事，但是若是要返去故乡了后，阁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上主嘛有应允讲，
分裂的南北两国对打了后，就无搁再看彼此是对敌，因为因要开始有团结，有要合一，所以过去遐个企业因的对敌，反倒会因为因有团结、有合一，反倒会惊因。这就哪亲像转去伫当年迄个大鼻王的时代，以色列非常的强盛，伊甚至统治伊周边的这个国家。当年上主有听到以色列人伫埃及受苦的呼求，伊就找去摩西带领因的祖先来出埃及。离开埃及的路途真辛苦，因为爱渡过大海，爱搬过迄个大河，佮爱闪避敌人的攻击。以色列人爱经过这个磨练，才会当进入上主为着因所备办的迦南地。但是现主时流亡伫普天下这以色列人，因看见上帝为着因所差的大旗，因就知影上主的方向伫倒位。因要倒转去上主为着因的祖先所备办的所在。但是以色列百姓流亡四散伫世界各地，无有人带领因，因要怎样会当倒转去因祖先的故乡呢？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节，11章的15节到16节。伫即个所在讲上主为何埃及的海湾大曲曲，伊的夜权，伊的手大力来会烧风，互诱发大地河变成做7条大溪，人穿草鞋嘛会当行过。讲要有一条大路，为着上主所剩的子民来备办，通互因对亚述逃脱出来，亲像古早以色列人对埃及地出来相款。所以归回故乡转去的路，毋干那爱有迄支大旗做方向，上主嘛爱亲自为着因来备办道路。原本阻挡伫因头前的大海会受吹打，挡伫因头前的大河嘛会受吹打。经文讲，原本互人安尼撩水会当过吼，让人可以涉水而过。伫即句话的希伯来文，伊直接的翻译叫做“互人会当穿鞋仔就来经过”。意思就是讲，即7条本来是溪，但是伊这溪水会渐渐较大，然后连迄个鞋仔有无，毋免脱落来，就会当行过。吼，连鞋仔毋免脱落来，就会当行过去，并且真顺利来经过。伫即种经济的表达，就是要互咱这读者会当看到讲，即条归回故乡的道路，比当年祖先出埃及搁较奇妙，吼是搁较奇妙。所以对伫先知来讲，上主应允流亡伫世界各地的这以色列人，在回归这故乡的时阵，就哪亲像新会出埃及，吼亲像新会出埃及。当咱读今仔日的经节了后，咱回头转来看咱今仔日所踮的这个世界，我想今仔日的经节，互咱一个真要紧、真重要的应允，就是上主，伊就是世界的大旗，伊也是世界的道路。其实中东的关系，中东的这个局势，对伫1948年以色列建国，一直到打70多冬以来，无有一个时阵是安全甲和平的日子，无，甚至伫历史上努力要促进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来和平来共处的有足侪国家的领导者，其实到最后嘛是面对迄种保守派的攻击。所以中东的问题应该怎样来借着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无共款的意见？对咱来讲，咱拢毋是专家，咱无法度伫遮佮讲啥物。但是今日的经节，以赛亚先知，互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图像，迄个就是踮伫混乱、伫战争、伫流血的世界内面，上主伫迄个所在，为着咱采一支信号旗。
迄个信号旗就是5万，上时嘛是溃力的记号，叫做伊玛内利。上主甲咱同在。我想，毋敢若是中东，我想咱今仔日嘛必须要继续为着台海的局势来祈祷。其实战争的形态已经有真大的改变。咱若知影看新闻，就拢知影中共的军机逐工拢射台湾咧飞，或者是中国伫南海会当讲差不多逐工甲菲律宾拢有迄种发生小小的冲突。伫某一个程度来讲，这已经算作是战争的一种灰色地带吼，随时拢有可能会爆发新的冲突。今日已经在甲人讲，上主是这一切的冲突甲危险的中间的一支大旗。这个大旗传达和平的信号，也传达伊无离开咱，伊要甲咱同在的一个记号。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想咱的生命嘛捌进入，还是讲捌经历迄种混乱、惊吓、真侪的忧伤挂虑的中间，甚至我相信在座兄弟姊妹，有可能咱现此时就踮伫迄种伫情景的内面的一种的绝望。咱的上主已经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中间，拢插一支信号旗。当咱若是踮伫死亡、困苦、艰难处境的时，咱头前的这个信号旗，就要传达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迄个就是伊玛内利，上主甲咱永远同在。虽然有时咱会踮伫痛苦的中间，但是只要咱仰望、抬头看，咱就会当对远远来看见这个大旗，伊是踩伫迄个所在，伊就伫迄个所在。咱就对伫迄个仰望甲看见的中间，咱会当得到安慰。咱知影上主袂捌离开咱，看见即支旗啊踩伫迄个所在，咱就会当得到盼望。因为咱会当因为即个盼望，咱就拥有新的气力，会当继续来向前行，向着迄支插伫头前的上主的大旗来前进，为着咱所有的人。要行我迄支大旗，然后伫迄大旗的中间，咱伫遐集合。所以，听咱的主，毋干那伫咱即个混乱、充满苦难的生命的中间，有采即个旗仔来传达盼望的信息。大多我经常嘛有讲上帝毋若采大旗，伊阁要替咱亲自来备办道路，意思就是伊要替咱来开路。咱无法度，咱亲像坐迄种直达车吼，然后伫1万年久，着对苦难变成做喜乐，可能无法度遮尔紧、遮尔快速。但是上主为咱备办的路，照大拄仔咱的经节所描写，迄条路是对咱来讲袂有遐尔大的困难，是较轻省的，所以。表示讲，上主会伫所有的困难的中间来彰显伊的大气力，要互咱会当通过伊的帮助，虽然有困难，但是咱还阁会当顺利来行往这条伊亲自为咱所开启的道路顶面。上主的这支大旗，互咱就算讲踮伫混乱、惊吓、甲艰难的处境的中间，咱还阁会当找到方向。毋若有方向，咱阁会当继续来向前行。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拯救的恩典。伫我过去的服侍内面，我常常想，到底教会是啥物？其实教会毋是上帝国，因为教会有真侪无完美的所在，但是教会会当成做上帝国的浴场大声担着迄种滋味的所在。教会会当互每一个来到伫教会兄弟姊妹，事先去担着迄种天国美好滋味的1,000,000,1%。虽然这种美好的滋味，敢若一点点是1,000,000,1%，
但是因为有谈到遮尔好的滋味，至到咱愿意献上咱所有，并且继续来仰望。有一日，有即个愿望，就是有一日，我会当活踮伫迄个安怎非常就是千万倍的美好的滋味的中间。所以教会要怎样会当成做天国的浴场吼？毋是因为教会会提供真好食的便当，嘛毋是教会会计去安排真好耍的活动，乃是咱的教会愿意成做上主伫即个世界所采的迄支大旗，因为即支大旗是咧传达上主对即个世界的疼、愿望甲快乐。以赛亚先知呼吁咱，会当期待一个无有伤害、无有惊吓、无有滥用权力、滥用权力，或者是有最后的和平迄种国度会临到。虽然咱的现况还阁是踮伫一个无公义、彼此有敌对，甚至常常要甲咱带入迄种绝望的处境，但是借着今仔日的经节，咱会当开始期待，开始想象一个虽然现在还未实现，甚至是照咱人的理性来思考，会感觉讲啊，迄是一种无可能的世界。但是上主伊却应允即种有正义、公义甲和平的国度要来到，即个国度是会来到的。其实教会对伫初代教会设立一直到今，拢是伫受迫害环境的中间，渐渐才变大，渐渐有快乐，渐渐有好的见证。所以保罗讲，咱必须爱经历真侪苦难，才会当来成做上帝国的百姓。上帝的百姓会经历真侪苦难，若是对苦难无有真捌，应该真学伫体会福音的真谛，嘛真学伫体会耶稣为虾米受钉死伫十字架顶，伊用安尼来见证上帝拯救的恩典。所以今仔日伫教会中的咱来做伙伫基督的内面，借着彼此的扶持、陪伴甲鼓励，互咱会当伫教会处境、伫咱生活的处境，拢会当去看见上主为咱所采的即支大旗。互咱虽然来自伫无共款的所在，有可能先来，有可能是后面才来，嘛无分咱有啥物款的身份甲地位，只要咱愿意，拢会当通过认捌耶稣基督，踮伫伊的恩典的中间，咱拢做伙来领受伊的恩赦，做伙来经历踮伫基督内面的迄种团契甲合一，通互咱的教会会当用即个世界来彰显出上主的大旗就伫遮，上主的大旗就伫遮，就伫咱的教会，上帝救恩、拯救的恩典嘛彰显伫即个所在。所以通过今仔日的经节，愿咱抱着安尼的期待，抱着安尼的恳求伫主的面前，互咱用即个世界来彰显上帝的大旗就伫遮，上帝的救恩就伫遮。愿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领受，只是请咱做伙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上主，你是世界的大旗，也是世界的道路。求你帮助阮，因为阮是你所拣选的百姓。阮活踮伫一个要久有混乱、有战争、有挂虑、有忧伤、有侪艰难挑战的世代。但是主，你已经互阮看见，你为阮采一支大旗。这支大旗毋干那要互阮带来愿望，主啊，你也要继续为着阮备办头前的道路，互阮行向你，也互阮继续属伫你，也向这个世界来见证，你就是世界的大旗，也是世界的道路。愿主帮助阮今仔日的领受，安尼恳求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吟圣诗，回应上帝话。圣诗第584首，至圣救主罪人朋友，咱请起立来吟。
请坐。这时是公道的时间，咱要为着下面3项代志做伙来祈祷。第一项为着10月初5全教会出外旅游，一切拢平安喜乐。第二项为着执事的推荐甲和会的改选。第三项为着全世界停止战争有和平来祈祷。这时请咱开嘴出声来祈祷。最后，咱请陈慧玲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我伫天里的爸，感谢你赦免阮的罪，清去阮的心，恳求圣神来带领阮，用心灵甲诚实来祈祷。阮将10月初5全教会的旅游活动交托予你，愿你看顾出入平安，无论是天气、交通安全，所有的食物、分组活动。福音的分享，会友做阵时的服务，拢伫你恩典中，成做你美好的旨意。因为这是你所定的日子，要充满你荣耀的祝福。感谢主保守看顾济南教会，成做你的圣殿。你要呼召竞选忠心的奴仆来起造你的教会，恳求圣神带领感动人的心，伫教会中选出合你心意的长老甲执事。你也要备办人的心，愿意来服侍主、服侍教会，来完成主的圣工。为着世界各地的战争来祈祷，愿主你用慈爱怜悯，恢复彼此的伤害，用平安的应允安慰无辜的百姓。恳求主掌权，除去一切自私、骄傲的压迫。我要用谦卑认罪悔改的心意，为着上帝公义甲和平的国度来迫切祈祷。主你的大光要照伫所有的黑暗，因为你是赐恩典、佮听阮的以马内利上帝。感谢主听阮同心合一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免。这是咱来奉献。
咱用奉献的诗做咱的祈祷，会众请起立。请坐。这点我来报告，请咱看周报通知事项迄个所在。本主日圣经学校秋季班是要参加咱全教会的演讲会。主题是泰泽甲基督徒合一。主讲人是赵颂阳，伊是台湾泰泽的同工。时间是今仔日礼拜三11点开始，伫咱地下1楼。这个泰泽灵修营，是伫法国南部的 Burgundy， 为长老教会出身的这个Roger Souza， 伫1904年来创立。泰泽基督甲灵修。超越任何的宗派，每年有几啊十万的基督徒对全世界各地来参加这个灵修，教宗啦，也是牧师，也是各教派领袖，常常这个前往，希望大家会当来参加，来认捌普世基督徒的合一甲灵修的运动。第二项，牧师团有邀请第2堂礼拜，敬拜团敬拜服侍同工来举行敬拜服侍的这个共识，要来谈论一寡对未来敬拜团甲服侍的想法，欢迎服侍的同工来参加。时间是10月12拜六下晡5点，后要提供这个晚餐。每年的10月第1主日是普世圣餐主日，10月7日，咱要举行圣礼典，请要受圣人洗礼，也是坚信礼会友，备办心来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恩赦。圣餐的服侍的长老请家己看。过来是欢迎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守护台湾祈祷会。咱若有时间，咱欢迎大家拢来参加。圣经学校有开设非暴力沟通甲信徒生活，欢迎这个兄弟嘛报名来参加。第2堂华语礼拜有要举办这个培训音控同工的课程。欢迎若想要参加甲学习的会友，会当向孟如执事，也是这个韦毅老师来报名。明年度的这个计划甲有算的演绎的时间表，请相关的同工来注意，家己来看。全教会要出外旅游的活动，咱是10月7、5拜六7点45伫教会集合，要做伙出去佚佗地点是宜兰五峰市风景区乌石港，个南洋博物馆这个所在。若要参加的会友，请咱赶紧报名。团契消息，请咱家己看。过来有一个欢喜的消息。甲大家报告就是这个高麒麟传道娘9月19
伫台北马街病院平安生产得到一个查甫囡仔有个好名叫做潘允熙咱甲伊恭喜。今仔日中昼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咱12点就要开始伫203教室。即时要请张牧师来请安，甲介绍新朋友。伫遮来介绍两位的贵宾是对美国联合教会也是总会的外宾两位牧师Sherry Priestman， 是不是？还有搁另外一位是 David Duncan 牧师。另外搁有一位是林玉如姊妹。好，了咱彼此来请安吼。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煞要请张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上甲民众人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今仔日的礼拜到这。